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張姑娘，我係澳洲嘅註冊音樂治療師。咁月紀堂咧一向都為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就提供好多唔同類型嘅服務，小組或者工作坊咁樣嘅。咁嚟緊咧好快脆又到聖誕節咯喎，咁我張姑娘咧都會負責幾個叫做愛樂繪聖誕嘅工作坊，俾唔同年齡嘅小朋友啦，例如有幼稚園啊、初小啊、高小咁嘅。咁顧名思義喺個工作坊入邊咧，咁我哋都會按小朋友唔同嘅年齡同埋能力，就安排唔同嘅音樂活動，同埋有唔同嘅藝術小手工俾佢哋去參與嘅。咁就希望小朋友可以喺慶祝聖誕節之外咧，仲可以加強翻佢哋嘅身心健康同埋社交互動發展咁樣嘅。咁如果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都有興趣參加嘅話咧，都歡迎向中心去查詢。咁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〜